游泳馆里，女孩偷亲了男孩一下，便一脸娇羞地跳入泳池。可下一秒，泳池里就出现大量的番茄汁，紧接着女孩便挺着大肚子浮出水面。没错，因为那一吻她怀孕了。很快，一个健康的婴儿横空出世，甚至比母鸡下蛋的速度还要快。更诡异的是，在同一时间，全世界有43名女孩莫名其妙地生下孩子。隐形富豪闻讯赶来，便要有偿地收养这些孩子。How much do you want for it? 他觉得他们一定孕育着某种特殊的能力，最终他收集到了其中的7个孩子。听起来像不像美版的葫芦娃？一转眼，几个孩子在训练中长大。大娃力大无穷，铜踢铁骨，典型的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二娃的技能比较炫酷，可以使用飞刀控制他的飞行轨迹。三娃拥有一张乌鸦嘴，不管提出什么样的无理要求，对方都会无条件的服从。四娃的技能最为缺德，可以控制他人灵魂为自己所用。很显然，五娃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，耍的劫匪如同傻子一般。而最可怕的就是六娃，别看他个子矮小，可他的身体里却寄生着一个巨型的巴掌怪。前6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超能力，唯独七娃什么技能也没有显现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富豪对外宣称也说当年只收养了6个孩子，就连在手腕上纹队徽都不带上七娃。没办法，他只能画一个代替。画面一转17年后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几人并没有继续的惩恶扬善，而是都各自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。只不过瞬移的五娃不小心走丢，至今未归。矮小的六娃在一次战争中不幸领了盒饭，如今他变成了鬼魂，成天与四娃形影不离。但富豪老爹突然的死讯，将大家再次聚集到了一起。看似粗心的大娃最先发现异常，老爷子既然死于心脏病，那为何他从不离身的单片眼镜不见了？他怀疑凶手很有可能就在他们几人之间，因为富豪名义上是他们的父亲，其实把他们当成自己扬名立万的工具，每天都会逼迫他们拼命训练，就连睡觉也要监视着他们的大脑思想，最后导致孩子的童年没有色彩，一片灰暗。可当其他人知道大娃的猜想时，都是一口否认，气愤的离场。也就在这时，院子里凸显漩涡，面对未知的恐惧，几人下意识地把手牵在一起。原来走丢的五娃从未来穿越回来，他的外貌居然还停留在17岁的样子。五娃警告大家不要纠结老头的死因了。通过穿越，他得知还有8天世界将会毁灭。深夜里，二娃一人站在河边，手里竟然拿着父亲丢失的单片眼镜。